受到疫情影响，今年拄毕业的学生也真恶去引着头路。就学者认为讲，建议学生会当换无同款的产业，也希望政府提出补贴来帮助民众找到头路。 虽然天才网站冒写要找今年毕业的学生，不过头路并无想的遐尼好找，拄着疫情，毕业亲像失业，有人无想要赶紧出社会。在这个疫情之下，可能准备国考或是要出国念书，这些因为疫情被 delay 的，他们可能找的就只是基本的打工。我们光是在等这个兵役，也很难去找一份实薪的工作，去找零工来打。有人力网站就统计，7成的毕业学生因为疫情因无头路，要6成因为找工课。 经济压力大，某学者指出，自去年疫情爆发，失业的比率无讲雄称悬，但是劳动参与比率降低，以个月上新统计是58%，去年有59%，反映的是稳中性失业的人变多。他用的方法可能就是用延毕啦、报考公职啊等等之类。这个比较严重的原因就是说，当他没有出来找工作的时候，政府所建构的协助就业的所有的方案措施，基本上就没办法 达到这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学者建议青少年因为偏爱服务业、补教等等，今年一块少，竞争者多，会使改往制造业、数位领域发展，嘛呼吁相关单位考虑加强补贴宣传，鼓励稳中者找工课。劳动部表示，目前咧紧期延长青年就业奖励计划，其他相关计划嘛会看疫情境界，敢会放量，各做决定。记者狄嘉文调随采访报道。